喺好耐以前，我哋相信幸福就係頭上有片瓦，腳下有片地。身在家鄉而抽到好卡，非不得已先至會離鄉別井，先至會漂泊半生。出 AR 就得。OK 好。少年佢抱住熱切嘅心，踏足偏遠嘅觀塘，想寫一頁流散失落嘅抽卡歷史。首先，稍等啊。開咗佢，你係定啲合？誒，都未有白卡。都係白卡。白卡都仲係未有。係啊，最大嗰張。都未有，都係普通閃嚟嘅。都係冇，都係個熟包。24689啫，得返。係啊。你使唔使洗啊？我給劉偉做了。稍等一下，大概60蚊嘅。而家好。我點啊？都係白。好似有嘢喎。普通閃。你要 SRS 啊？白卡不要。都在外面。對。都係白卡。都係白卡。好，繼續。兩張鳳凰嘅。喺旅途上，我哋固然見盡滄桑，但係同時亦都有可以兌現嘅夢想。每一個抽卡嘅故事，其實都蕩氣迴腸。有 feel 喎，有 feel 喎，OK 喎。幫人攞一嚿都我自己冇嘅。幫人攞，你專責做幫人攞。白卡，我睇咗先張。白卡仍然係白卡。好多錢，20包有冇啊？我懷疑緊，我已經有20包啦，抽到都係普通閃。15包，第16，而家第16。唉呀，
打卡。OK。普通線。係咪俾錢啊？俾錢要係普通線。都係普通線。哇！有啲 feel。你哋最高紀錄係幾多包啊？有冇試過？試過30啊？37啊？即係 over 一盒噶咯。係 M 嘢，仲有 MBA 啊？都未有喎，都未有，你可以。少年繼續懷住一顆希冀同埋盼望嘅心去開拓佢嘅夢想，結果佢開到一張金卡， UR 一對喎 UR， 埋張 SAR， 揸埋張 SAR 就一套咯。都係喺呢個時候 AR 終於出現啦，店員亦都停止提供卡包啦。少年正在讚賞呢間店鋪嘅貨好純，細估唔到女店員竟然話：手動上哇，正啊格打格。 ！OK。